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拍客数道。真欢喜，搁堪大家伫空中再相会。前一阵仔我去参加世界台语文化营，去参与的朋友，大家拢讲台语，规工拢浸伫台语的环境里，实在有够爽。阁有即款活动通参加哦？有喏，这无，一档办一遍，到今已经第24届啊呢。敢有啥新鲜的代志通分享？有啦，有听在座的友姊咧讲，伊的孙仔顾甲真好，拢讲台语。毋过去读幼稚园了后，转来厝，中国话煞愈讲愈侪。伊烦恼若到国校仔以后，敢会全毋讲台语？我嘛捌听过类似的情形呢。有的爸母就是互囡仔去学校了后，看毋是势，佮甲囡仔带转来厝，规气互囡仔伫厝自学。像这我嘛会当分享我家己成长的经验。我囡仔时是伫一个顺台语的环境大汉的，会接触到中国话，应该是伫去读幼稚园的代志。佮有电视啦，迄个敢若有3台的时代，电视有网啊通看。毋过我共款伫厝拢讲台语，一直到答案呢。这若要讨论，可能就落长，也是咱先放音乐，进行咱故事的部分。故事讲了，咱才过来继续讲。安尼嘛袂歹，无就劳烦你。请走音乐。查某人行到桌仔边，秀年的风吹为桌顶轻轻啊卡一个。阿龙因两人才雄雄回魂，知影爱注心听人讲话。这时查某人讲：听讲你两个无钱通纳笑。当时啊，这个查某人就是提家姐。阿龙因两人赶紧徛起来。阿龙大声回失礼讲：提家姐，真实的。阮食物件进前无先探听行情，食饱了后才知影阮钱无够通纳，也是讲阮卡网内底阁有一寡烟鱼甲糯米丸啊，敢会当摕来找笑？因讲：阮开店做生意，就是要趁钱，袂当互恁摕米来拄笑。阿明接落去讲：敢会当拜托提家姐手势举悬悬，互阮机会，看有啥物办法通处理。阮实在毋知会食甲遐济钱。这提家姐吐一口大气，风吹摕起来剥两喙，掠阿龙斟酌上一个，佮掠阿明斟酌上一个，想想咧讲：这个代志嘛毋是无通参详啦。阮酒楼本地就是庄仔内上出名，用料实在。煮食的手路嘛介要求，价小贵是应当。我看恁两个是故意人，嘛真诚意要处理，无恁伫遮做工拄笑，一工一个人工钱10块，做5工拄好100，安尼恁看好无？阿龙因两人嘛无通紧，随时就应好。提家姐越头叫走倒下来，吩咐讲：顺常啊，这两个人为今仔日开始，爱伫咱遮做工拄笑。你带因去长工房，甲行李下咧，有啥会当吩咐因做诶，就叫因去做。三顿甲咱诶骹手做伙食，其他诶代志交互你拍派就好。自安呢，阿龙因两人煞无张持，变做工仔人。酒楼生意加压，因两人爱一直无闲到半暝才有通歇困。困是伫长工房，涂骹树仔厝咧就挺好困。两人准备要困诶时，阿明讲：主公，毋知伫遮做工课遐忝，外口人客欢喜咧用酒菜，咱伫内底拼甲汗流潸地，总起总落，一时嘛无通停困。阿龙应讲：有影，真正知影外口的人客会当遐享受，拢是爱有后场遐济人认真拍拼斗支援，才有才调提供遐好的服务。
因贵是贵着有道理，干那骹手就请甲遐济啊，对无？阿明阁应，咱这拍拼，拢是为着天下万民啊！毋是，咱是落地下地网子去红钓高。阿龙无甲吐槽，心内实在袂爽快。就安尼，因两个人刷落来的5工做人的杂车啊，破茶担水，添茶顾火，洗菜切料，烹菜款倒面，便若顺常交代，因着做，骹手马掠无拖刷，透早拼甲透暗。第5工暗时，上尾一桌人客结束了后，提家姐甲因两个叫去伊的办公厅，好咧啊，请因坐咧，泡茶请因啉，讲这5工恁的表现我拢看在眼内，顺常嘛学了恁真骨力，好车架是好骹效。我当初无看毋到，恁真正是故意人。我有咧想讲要留恁两个倒来做长工，工课的内容咱会当豆豆仔参详。毋知恁敢有意愿留落来？阿明随应讲，我甲主公是为着天下万民在拍拼，阮阁有要紧的代志爱做。你敢知影？若要互逐人拢好嘢，拢有饭通食，头起先就爱。这时阿龙知影阿明的镜头阁要举起来，赶紧插话，甲要去南岛拍歹人的代志，详细讲互提家姐听。便若拄着听无清楚的所在，提家姐阁会继续问甲拢总了解，对阿龙因的故事真有趣味的款。三个人讲甲心火灯开的时，阿龙嘛甲厝里炸来的糯米丸仔摕出来请提家姐食。提家姐食着俄罗甲的得知，讲无食毋知影，食着才知赞。敢会当甲阮教要安怎做？这绝对会当当作凤凰酒楼的特产来卖。阿龙应讲，有4种口味哦。阿龙嘛知影提家姐对因袂歹，无甲因送官府，阁互因有机会通做工行孝。人甲人拢爱互相好来好去，就甲做法详细讲互提家知，嘛无藏步，每每角角拢详细交代。提家嘛甲做法一步一步详细抄落来，听无真诶，阁斟酌问，笔记做好，叫顺常来。吩咐这2工叫总铺师照笔记做看卖，若顺时，就当作新产品，鼓舞人客来交关。佮甲阿龙讲，若新产品芳会行，顾问费绝对袂凊彩。迄暝3个人讲甲真投机，一直到真晚才煞顾休困。过顿工，阿龙因早顿食了，当咧款行李准备要起行的时，提家姐来找因，面仔素素嘛无点胭脂，穿的嘛毋是因惯势看到的迄领孔色洋装，换做穿一领白色的夹仔，甲笑青色的长裤。阿明感觉奇怪，问讲：提家姐，你哪会穿安尼？敢是今仔日休困，无要顾店？提家姐应讲：昨和恁两个讲话讲到介投机，嘛感觉恁要做的代志介有意义，我决定要参恁做伙去。阿龙问讲：安尼，你店要安怎？应讲：顺常伫遮做介久啊，人顶真阁老实，店交互伊花，应当是无啥问题。阿龙滚耍笑讲：安尼，迄寡为着要来看你，逐遍入来拢干那叫一项菜的老主顾，一定会介失望。提家姐应讲：因拢是好人客啦，拢介斯文介绅士，而且阮遮尔用心煮食，款待人客，相信因会继续来捧场才对。行啦，咱做阵去灶骹看看食物，通伫路里食。 3个人去到灶骹，
提家这反复东反复西，这也要摕，迄也着早。落尾三个人的行李煞变甲规大堆。阿龙甲阿明有建议讲莫早遐济，提家这真坚持，讲阮查某诶无像恁查甫遐凊彩，阮做代志较有路，本地出门都爱穿较济物件。佮甲因两个查甫诶拜托兼顾情，两个少年家哪会堪得美女安尼拜托兼塞奶？尾啊，两个人拢加斗派真济物件，嘛为着安尼加舞规半步，一直到中昼食饱，三个人才出发，大包细包对大路继续行落去。咱顺拄则诶话题继续讲，即卖诶社会，台语诶环境有较弱势，甲演过无共。囡仔干那伫厝讲台语，敢有够？伊以后敢阁要继续讲？囡仔过来要讲毋讲，歹讲啦。毋过我认为，上无爱甲厝内诶台语环境顾好，叫囡仔伫厝爱讲，甲因母语诶基础顾好在。我感觉较要紧诶是爱互因正确诶观念。像讲是安怎台语袂当放互无去即款诶。母语轻视是一个人文化诶根，是上基本诶物件，绝对毋是一种工具安尼。互囡仔爱认同家己诶母语，因若认同啊，嘛免烦恼因毋讲啦。家庭诶影响真要紧，真重要。恁嘛有两个囡仔，因台语讲了安怎哈？嘿嘿，无我好啦。因诶环境实在含我成长诶时代无共，毋过日常诶对话是拢无啥问题，嘛有才调用白话字甲我拍赖，算袂歹啦。有一工我若倒啊，因敢要阁继续讲，我当然嘛毋知。毋过迄应该毋是我爱烦恼诶代志啦。话阁讲倒转来，有全台语诶学校有哪介要紧？就是用台语教天文地理种种学问诶学校，这着爱赶紧甲吹出来。安尼咱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，真多谢各位听众朋友，共款邀请各位后礼拜共一个时间，继续来遮甲阮斗捧场。我阁补一句啦，甲母语教互囡仔捌，是做爸母诶责任。你若要牵囡仔讲，要甲囡仔教，伊就会晓，一定会有收成。多谢。好，各位后礼拜再会哦。